台湾有过丰富嘅轮拍子，上座系帆船行是重要嘅一项菜，和本人拿来煎肉酒。睇有嘅天气，有台湾炖猪卡，还系富人家做日天初二食的。恁摆有台湾中青岛睇台湾南部，大概有700人公顷案发。不过民国70年过后，许多经济作物竞争，韩国嘅当时有过好嘅新品种囤产销管道，使至到国内越来越少人种有台湾嘢，更加有台湾但是路系对国外进口嘅。不过谈论国际量价引起，国内有台湾家私也谈论引起，对调是有台湾嘅人听说价格会带来影响。此居民持比问，如单眼人对呀，唔单眼人有台湾认识后辈嘅饮食文化。冬夏时头，面农一头出来，大天也开始越来越少暖，整体上嘅有台湾铁也准备爱过嚟。其实天天的生意甜度，其上高啲顺合，沙无安无落嘅看点，其实啲有台湾甜度来来去去，还较不时嘅饮气，无角度嘅挑夹，得到其实度。日本啲一個冇200件啊，好了錢呢。但我们从来唔多种红台位哦，韩国有钱都买哦，一台4年前有哦。芋头係一種插農作物，係寒冬時期嘅農作物。啲頭擺年下嘅面農，除咗看得到嘢嘅外，天橋都一接上看得到芋頭嘅。你當時睇價，已經種到了，價只有按你加工，而家做頭絲啦，做嘅有個頭漿喺度。一下咪響動藝會嘅，好少年嚟價專門嘅研究方面，按年價都好少年。是咩的樣真做嘅。啲頭白因為生活較窮苦，物資無安足，也一啲啲唔大年嘅調食，係一般家庭作答則上要嘅食材。有錢嘅人都練豬肉，冇錢嘅人都翻糖，將佢翻得好好嘅，油都要乜啊？油頭豉油啊，我翻糖唔怕。哦。是2碗飯，有得個3碗飯，嚟吹好嘅人咯。80人說小件白眉，係專門做調試嘅人，30人嘅經驗，佢做嘅調試同數多款嘢，調試也係一睇暗講嘅做，一睇暗講嘅賣。喺頭擺半粒佢藝要做，研究都嘅阿飛又差唔多1件1咯，再3推80件，所以就講啊。16講，我你聽下講。食特產業需要200人件嘅芋頭來做調試，唔過到一下做件買1-2日，冇到50件嘅芋頭，啥都係默用嘅。有人叫你買啊？係啊，買件做嘅㗎，130、800嘅，前年改做。一下都買調試業，唔係以為人傑，上岸食到條白嘅面試。做一啲菜刀，攞一些嘅調色來煮來炒。年紀嗰度係冇食，而家年輕嘅人都講唔會食。用嚟講啦。而家嘅後生都下到都食好嘅，係咪？按年紀嗰度食關係嘅，所以食安尼啦。特別行細路多見，所以咩安尼啊？豆饭、连汤，然后搅了以后，再加上这个来沙拉放进来。飲食嘅企業，做嚟講也係民族嘅重要文化之一。老台灣人，但是同芋頭嘅遵照配料來比，啲天橋南一片嘅巴西，芋頭嘅實係做唔得社會主食，像是係啲巴西15年嘅唔和，跨國嘅混業，更加拖芋頭嘅飲食文化帶轉面咯。也能幾乎中傳、暗傳嗬，應該體會地位為老肉嘅種係一步，
不用抢水水果就下去，给米线咱们吃样，也唔会不用米酥调油，完全做出来呢吃样的米线，吃样的小米，所以吃起来特别好吃。巴西有条法，本地按作乌农法，条法喺烹饪甚都冇爱食啲穷苦人家嘅东西。早期殖民时期，农场农菜同有条法，老主人得睇磨叶煮牛嘅崩内，义工一条粒粒插插嘅肉，煲做简单嘅料理，明明是当好，便宜又自由，一下行下係巴西嘅国民食物。以前巴西是葡萄牙人殖民的地方，然后他们就引进一些黑奴去帮忙开垦啊、工作啦那些的。那些老板呢，就是会用他们动物的最好的部分，他们会吃最好的部分，然后剩下的像猪耳朵啦、猪鼻子、猪尾巴，他们就会丢给那些黑奴去吃。那些黑奴呢，就会把这些剩下的部分，就是用在黑豆里面。然后加一些菜进去，然后才会煮出现在的黑豆饭，那就味道就很好吃。因為如果冇肉食嘅人體會到食物性嘅蛋白，佢採天肉類，真是人都感覺咯，人迄個做生意人迄個冇食體會個極為妒忌啦。有食體會都佢做貴啲唔好啊。不過台灣式嘅有條嘅，然後巴西嘅有條嘅，口感好，都冇紅肉，骨素做法也略略嘅調整。因為黑豆本來就很硬啊，我們的巴西的黑豆好，不會很硬啊。對啊，我們的巴西的黑豆比較軟，對。哦，這是台灣的黑豆。這是台灣的，台灣的很像西豆一樣。這很硬。好硬呢，對啊。所以煮法也要有點改變。對啊。唔像巴西嘅有條嘅，做嚟直接煮，為了本台灣有條嘅口感行較好，開始煮以前是要浸5點鐘以上，本條嘅軟下來。要洗一洗，洗得很乾淨，然後放那個乾淨的水給它泡5個小時的時候就開始煮啊，然後那個水泡的水就不用丟啊。對。為什麼水不用倒掉？因為這個它的水，這個營養都在水裡面。就黑色的嘛，那個黑色的都是它的營養。這是什麼？這個是一個香料，那巴西還醬肉肉。啊，台灣我不知道什麼醬，台灣有啊。5片就夠了。對，然後洗一洗，然後就放，一起滾。除咗有條嘅品質冇弘揚以外，呢度啲巴西是要加鹹肉也香料材料，也以難切。不過按樣還係以好食，一出唔大熱，看起來無所謂嘅異國料理，三一本闽南人當好咯。老一輩的，就是他們第一眼看到是黑的就會嚇到，對。但是當我們鼓勵他們去吃，他們其實還蠻可以接受那個味道的。因為有條嘅卵白質含量高達40%，很肉嘅夾皮，唔但搶咗啲充足嘅體積，人體需要嘅卵白質，啲本草高密度更加強調。有條嘅做啲固身、行血、固筋骨一條功效。故所啲台灣有條嘅甚至拿嚟蒸酒，變做勞通階級嘅養生補品。有條就是講。有條針灸吼，有條有甲勞工朋友固筋骨啦，因做按粗重的些變到因閒的時間都是在先你說有條就是固筋骨，天一做些就沒按跳。有條落去炒啊，當跳舞啊你。不，你嘛，跳舞啊，的意思，伊要更改，按照有改香味出來啊，它就是把裡面黑豆裡面的成分把它釋放出來的意思，靠這個酒才有這個效果。
安阳的有体位酒，啲董事体系做啲讲起家家户户都会接，看准嘅有体位特色，特别董事行业还可有一出特有嘅料理，有体位爆竹脚。以前人讲中医也是解酒，有人解酒虽然那么难，都有人讲有体位是咧炖蹄条，但又难。不过你有体位是讲顾中医年龄咧筋骨啊嘛个吼，身体会用好，这摆坦白说有个后遗症都係啦。主角通過今日有體位米酒混藥包一條，包幾點鐘，一出香噴噴嘅有體位爆竹腳，做得出作平常嘅。一出肯定人第一客家料理，其實流失了一段時間，一直到中午，從朋友嘅再度知道，則變作傳統嘅招牌菜。你老阿媽都講起，講因客家有嘛傳統嘅客家菜，都講起講有體就主要是東橋。哦，你看老阿媽都70-80歲到人，因嘛已經到5-60年嘅年頭嘅啦。我媽媽都所以一道料理，是在養生，都嗰是在顧身體。一出董事體系嘅客家料理，做馬也下限結，可能差唔多嘅。不過實質嘅改變，在一本董事體系嘅田橋度，做得講看唔到有體位。6斤呢，60斤。低下嘅塞唔到。塞唔到啊！塞差唔多。沒用爬就爬，冇用爬就爬，所以按你裝都好嘅啊。啲頭擺呢，啲面農家家戶戶呢，但是都係曬芋頭。不過呢，天地飲食文化改變呢，trong nhà hát啲服房屋面前呢，曬芋頭嘅景象呢，竟看冇話到嘅。其實早啲日本統治台灣前，芋頭也是係家家戶戶嘅必需品之一。頭擺做頭油，單單用芋頭來做，一直到日本，單葉用黃頭來機器來做，漸漸改變呢台灣做頭油嘅方式。而喺全台灣一場出沒一生嘅頭油係用芋頭來做。台灣石油700萬公頃研發嘅芋頭田，但因為市場需求量減少，現下芋頭將變作朗朗上寒冬時期嘅農作。頭油商為了取得本地呢做芋頭頭油所需要嘅芋頭，但是也意識進口。當年在中國進口大概9到10萬噸嘅芋頭，芋頭也印證國際原物料嘅變化，短3-4年起嘅3批很多。不過國產嘅芋頭實係喺當少。因為人家講其他種嘅其他是，不然們芋頭其他個，就講其他種嘅那個在用人嘅其他攞來吃的就都 OK 啦。因為台灣受到進口嘅影響，已經冇競爭力啦。進口嘅頭吼，大部分都90%以上係攞基因轉殖啊，伊基因轉殖有一部分消費者對於基因嘅基改作物吼，他們還是有疑慮哦。即使講安尼生產嘅吼，安尼有機方式中嘅，它價是高，伊還是為了健康、為了安全，它還是施壓台灣嘅有機嘅投入樣嘅。考察到進口芋頭嘅價值變化，勞種出嘅方式，甚至中國無心芋頭嘅事件經常多。故所尤其芋頭也變作多模紅樣嘅小市場。全部紙呢？那都紙嘅啊。還以為一上就上一來。哦，搞個平牌用也頭看唔出咯。呀，你短短嘅幾時間都很幫你。不過用郵寄嘅方式嚟種芋頭唔單將產量有限頭，儲存嘅機器更加容易因為插草而損害到，還可機器冇辦法完全疏割所有嘅芋頭嘅夾，好損一道芋頭嘅。也機行完全冇沙漠嘅吼郵寄嘅咩吼，錯啊吼，全棒啊吼，上啊吼，機器發動機要強安尼縮吧。
因为要走咪行，唔睇佢走冇好嘛，會打嘛草木嗰啲地話會打劫啊，打劫咪都下到幾嘅係，嗰邊烏頭病啊，我打病唔爽啊。一般的慣性的來講，移除可以殺除的臭的方式，可以用除草劑的方式處理，除唔會像我哋講，也都關係到後邊我哋採除，像按到錯我哋採除嘛幾麻煩啊，就是講以種有幾多，佢這成本會高價幾多。用有機方式來種烏頭嘅成本太高，市場價是也無天朝做得打平成本。長期上講，本來按說一分鐵要割200斤才有利潤，不過實際上一分鐵搶割到8個斤天天。故所尤其烏頭嘅數量也係當有限。政策嘅改變，連帶的農村嘅體景體貌持續改變，更加改變嘅農民嘅種植行為。雖然全球化，本國嘅糧食嘅生產角色重新定位，不過做唔得唔注意嘅，當台灣糧食生產模式睇到國際糧價變化時，就算一粒細細嘅烏頭嘅，都冇辦法克制自家嘅薯條殼。以上錄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紙，感謝大家嘅收看，有乜嘅意見也順自行會提供，每場同我哋聯絡，再會。